我揸夜更的士嘅，但係今日母親節，早啲收工。荃灣綠楊新村收到。都話咗喺屋企食啦，出街食淨係得冇母親節套餐，又貴又唔抵。唔想你辛苦煮嘛。你唔想洗碗啫。你小心啊，我返去啦，小心去第一城啊。收到。母親節想食好啲，佢就想喺屋企食噶。你結咗婚唔同住？未，自己住自由啲啫。食咩唔重要，屋企食溫清啲嘛。有分別咩？你媽媽為咗你冇咗半世自由，你大咗就要自由搬走，咁咪想你多啲返屋企咯。返轉頭去前灣歸時，唔係去綠楊咩？佢鍾意食聯發嘅叉燒，多謝你點醒我。唔該，100蚊叉燒。陪伴同珍惜，比任何禮物更加貴重。